阿龙小书店，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做工仔人 Podcast。真欢喜，佮和各位伫空中再相会。今仔日咱要经阿龙节目内底有讲到的一块词，来和各位朋友做伙做参考、做研究。今仔日咱要来小解的意思是沿路。沿路的意思就是规蛇路，伫路呢。咱做咧来解说，大家就真好理解。早起去爬山，沿路的风景真水，空气嘛真好。旅行的上尾一日，已经无预定的行程，阮沿路若看到啥新鲜的所在，就随时停落来耍。头一句就是讲规路的风景拢真水。第二句是伫路呢其中一个所在的意思，两句的沿路意思无啥共款。沿路搁一种意思是同齐时做两件代志。凡说这种用法伫南部会较普遍。书店嘛，敢若伫王玉德博士的台湾语常用语类，才有收到这个用法。我会记得伫囡仔时，定定会食饭看电视，看到尾啊。拢看甲嘴啊开开，毋知影通食。这时就会去互骂讲，毋通沿路看沿路食啦。便啊互念，碗就爱紧捧起来扒甲规喙甜甜。若是继续苦苦无咧信斗，就会听到你是皮咧上戏。迄阵我就惨啊，哪看哪食，一面看一面食。我敢若较大汉以后才会晓讲。安尼，咱今仔日的阿龙小书店就小解到这，请各位朋友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，有缘阁来哦。